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11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咱台湾同款无增加新的病例，咱国内已经连续28天拢无本土病例，已经度过2个潜伏期，台湾算是真安全。不过国外疫情也在滚价，所以咱的境外管制也是袂使放零。尽管若是疫情更较稳定，5月20总统就职典礼会当略略扩大。指挥中心宣布，国内随着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连续28天境内无出现本土案例，本土已经度过2个病毒潜伏期，社区是相对稳定安全。严格指挥官也讲，咱袂当安尼就伤可惜。我们每100万人的死亡，我们是0.3，那世界的平均是36。那大家可以看起来，就是说，在国际的情况，其实仍然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流行。我们继续在边境的管理，还是要持续的加强跟注意。伫最近，美国纽约有出现几位确诊武汉肺炎的囡仔有发烧、目睭红、肺管肿起来，这寡类似传奇事情的镜头，是不是新的并发症？对此，指挥中心讲，目前亚洲国家包括台湾在内，也无听到传奇事件跟武汉肺炎有关系。因为他们的表现就很像我们传统过去所看到的小孩子的川崎氏症的表现，就是发炎反应比较厉害，到心脏血管等等都有一些受到影响哈。里面有相当比例的病人也是看到他们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抗体，在这几个国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以后，那也需要有更多的整体的收集资料，去做更好的一个因果关系的研判呢。国内疫情有较缓和，指挥中心也会慢慢地放定大型活动的指引规范。那疫情更较稳定的建议520总统就职参加人数当放定，是不是比较天国的疫情？那28天无病例就解除本土流行的警示。但是中共天国的并不是全世界拢有，而且伫咧境外疫情也是真严重，所以未解除本土流行警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运动，昨昏民间团体原本要伫母亲节举行大游行，过游行互警方反对，所以办无成。过时间一个月，有民众自发性行去街仔路，警方是大动作赶人，有一个13岁学生记者互警方带走。6月初9，香港反送中运动要满1年。香港网友随着伫咧几个所在发动隔离唱活动，算是抗争的决心无减。防暴警察到旺角新世纪广场，经过现场的人违反限聚令，写呼叫弹赶人。呢個政府咧喺疫情當中咧，佢實施咗呢個限聚令啦。咁呢個限聚令係變相嘅將我哋集會嘅自由打壓咗落去嘅。就唔單止係市民嘅人權，係連其他宗教嘅活動都唔可以去聚集，即係唔可以聚會。我覺得呢個係嚴重侵犯緊人權嘅。喺尖沙咀海港城現場嘅人也超過100人，就為這個13歲學生記者喺咧混亂中被警方帶走。現場人質疑，這個少年也未成年，為什麼無予社工陪伊到警署？警方無回應。至於少年一直到暗時才被釋放。警察係理應保障市民生命財產㗎，佢哋做唔到啦，並且係調翻轉頭去傷害我哋嘅生命財產啦。咁呢啲其實就係影響緊我哋嘅權益啦，亦都係影響緊我哋作為香港人要有嘅即係正常人嘅嗰個權利咯。警方夜期經過現場嘅指揮是非法。這場原本定隨集要舉行嘅九龍大遊行，警方以違反限聚令為理由延期。不過抗爭民眾議員自發性上街頭，和警民各發生衝突，真濟人被號召噴霧噴中，真痛苦。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也被壓死在咧塗骹。警方趕人嘅行動一直到11透早也佫繼續，被逮捕嘅人用旅遊巴士載走。香港已經連續21天無本土病例，不過隨集個增加3例境外移入。在疫情較緩和了，反送中嘅民眾用行動繼續要求政府5大訴求缺一不可。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國外疫情，封鎖超過7禮拜嘅英國，即馬按算要有條件解禁。首相強森是宣布講，要5階段來解除封鎖。
对今日开始，有部分的民众会当出门去上班啊，毋过无建议坐大众运输。拜三开始，民众嘛会使出门去运动啊。那学校上紧6月初1要分阶段开始恢复上课。毋过在野党是批评讲，政府的政策无够清楚，听落颠倒不沙沙。英格兰的民众伫咧厝内已经翕了7礼拜，首相强生当地吹十讲开始有条件解禁。And from this Wednesday, we want to encourage people to take more and even unlimited amounts of outdoor exercise. 强生提5阶段计划，第一阶段户外活动解禁，民众会当去当地公园晒日头运动。5月10日，几多百万人会当登去上班。We now need to stress that anyone who can't work from home, for instance, those in construction or manufacturing, should be actively encouraged to go to work. 强生也希望民众较莫坐大众运输，上好是家己开车行路，或者是骑脚踏车。疫情能够较稳定，会当分阶段解封。包括上早伫6月初1进前，小学1年到6年的学生会当登去学校，有一寡店会当开始营业。7月进前，酒店甲其他公共场所伫咧加强社交距离情形之下，有可能会当重新开放。坐飞机入境的旅客爱隔离，以防止境外疫情传入。英国目前21万人感染，3万1000多人死亡。虽然过了高峰期，也是要注意。We've been through the initial peak, but it's coming down the mountain that is often more dangerous. 不过，这套解封计划和在野党批评无清楚的配套方案。苏格兰加威尔斯也鼓在叫做，认为怎么也无到解封的时阵。另外，剑桥大学学者是讲，官方提供的数字无够精准，英国的死亡人数比公布的3万多人也更加多。另外，法国伫咧55天的限制令了，10月开始解封。不过解封了，疫情严重的所在依然有部分限制，像巴黎伫咧早暗2个交通较快时阵，上班的民众坐大众运输时阵，只要有头家证明。巴黎有300公里的地铁站继续关闭。全世界疫情也未消退，世界卫生组织5月18到19要开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会用视讯的方式办，有网也继续听台湾参加。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法国、德国、澳洲、纽西兰等8个国家即号联合发出口头的外交照会，希望 WHO 和台湾成做 WHA 观察员。加拿大外交部长也已经证实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410万例，确定人数是超过2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共款是依稀伫440例，香港有1047例，日本是15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俄罗斯超过20万例，美国已经有136万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6万例，意大利是超过21万9000例，英国超过22万例，德国超过17万例。中国是打算曝光真侪中高风险的所在已经拢无武汉肺炎的患者，结果吉林省的苏兰市就出现10多宗本土病例。另外，已经解除封锁的武汉市，经过36天了后，即马嘛佫爆出一个本土病例。苏兰县院已经隔离。中国吉林省苏兰人民病院7月开始关开隔离，因为出现一个特殊的确诊病例，是一名13女工。不过，医保旅游署阁无甲相关人员接触史，感染源无清楚，而且疫情也有生态现象。官方7日宣布新增加12例本土病例，其中11例都来自苏兰。疫情等级也为中风险提升到高风险，加入目前中国唯一的疫情高风险地区，均为此前舒兰市确诊病例的关联性病例。今晨，吉林省将舒兰市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为了高风险。中国官方7日欢喜宣布全国高风险区域清零，无到2天就破功。即马苏兰市各实施封闭管理，公车暂停营运，全市严格管控。不只是安尼，武汉各地36天零确诊了后，各出现本土病例。确诊病例14例，其中12例为本土病例，分别为吉林11例，湖北1例。本土再次发生聚集性疫情，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为3月11日以来最高。
这个患者目前是重症，因为大个社区捌出现20几例确诊，无排除是社区感染，即马也扩大消毒加强社区管控。虽然武汉解封，各宣布生活慢慢恢复正常，不过中央5月又派出联络组到武汉，恐惊疫情未完全平稳，也无遐尼乐观。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即马有一个低压正在发展，若转变风台，会是今年第一回风台。若今仔日咱台湾的天气安怎？咱来看分图。今日甲明仔载，锋面通过，全台湾各地拢会有落雨的机会。尤其伫中部以北、东北部雨势较大。温度方面，昨昏南投出现40度的高温，若这2日方面较贵，东北风嘛有略略增强，所以各地温度拢会下降，只是讲降无啥济。各地高温嘛是伫30度到33度左右，日时同款是有小可翕。拜三了后，方面过去啊，天气就会豆豆变稳定，而且各地温度阁会加悬。因为这几日天气烧热，流过上北市的新店溪，这几天羊用量降低，造成鱼群大量死亡。政府赶紧派出30只鱼船去护死鱼啊！死鱼扑伫新店溪发出臭味，下晡大流的时阵，死鱼全部流向台北市迄一边；较暗退流的时阵，阁会流向新北市这一边。所以新北市甲台北市政府拢派出鱼船来估，将近30只。船长讲，这现象这几年来常常出现，已经连续2天来清理，用清偌济就算偌济。今日就6干啊！敢会讲好袂了？除了用人去告死鱼新北市高滩地工程处伫中正桥用拿油素来拿查，另外伫福和桥下卡是也希望用尽各种办法，希望赶紧处理。不过媒和ND报道，再加上天气真热，新店溪用用量依然偏低，鱼继续冰冻。今天还是持续的有一些。那个无钩鱼跟乌鱼的部分有死亡的迹象。这一次是大概是仅次在前年在前年107年之后，算是最大的一次，这算是第2次。嘿。天气真热，山顶也无平静。早起将近9点的时阵，民众发现台东实验林好像营那区发生大火，因为消防车无法度到位，就派直升机吊挂水底拍火。礼拜日全台关分就出现伫南投服务区测站，下晡点半有40度。气象局表示，暗时为何方面报道开始落雨，按算会落到12，各地有希望温度会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详情，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的后备军人的战力，1994年除掉后的越南做兵，只要做4个月就好。那了后2年1摆，大摆5天到7天，爱防掉单。不过中国的军事威胁即马愈来愈吃力，加上咱台湾囡仔即马愈生愈少，少年人口下降，国防战力难警报。有人就呼吁讲，国军的组织甲军政的比例拢爱做调整。来看联合报。总统蔡英文顺利连任，5月20日就职典礼，总统府今日早起会召开记者会做说明相关的规划。5月20日演讲的内容，即马嘛受外界的注意，受疫情影响，即摆的演说有真大的比例会讲到防疫，有国际情势变化。来看《中国时报》，全台湾内容渔民1万块的扩大纾困方案，今日开始办理。因为之前无加保有咧做事的人申请补助延期民怨，所以农委会即马是决定讲，下资格99万农民15进前钱就会直接汇入去口租，不过23万的渔民嘛是爱家己去渔会申请。昨昏是母亲节，不过各地公所也个卫福部的员工拢无休困，拢在加班。无用咧审查进前申请的案件，结果发现讲，有人的口租有100多万，而且嘛有人有加劳保，一看就是无下资格，嘛去倒漏者。办理急难纾困的窗口，规排女职员拢在加班。虽然是母亲节，不过为了完成顶礼拜所受理的1600多份纾困的申请文件，高雄凤山区公所社会区一半职员，无甲妈妈也是找囝来过节。哥哥在家里陪妈妈处理这样子，本来有预计要吃大餐这样子，对，因为那个量真的暴增太多。他们有想，但是我来这边是来加班，他在旁边等下乱。对啊，是有想，因为他们想说母亲节要跟妈妈一起过啊。
这妈妈是趁囡仔还未困醒就先走出来加班，敢若早着囡仔亲手做，随暗收入地来陪伊上班。不过2天的假日拢爱加班的原因，除了因为案件多以外，内底更加有落保也是存款几百万的民众跳工来申请，也造成审批的负担。就是我看到有存款可能已经达300多万的，这是很明显的不符合的，嘿。然后又是有的劳保的，一看出来他是在保的状况，这也是不符合的。那中央他现在系统要做更新，不然我们同仁非常辛苦，没有任何资料，光凭一个切结书，要判断给他的一个急难纾困的金额，这样子对公所的同仁来讲压力太大。目前截至间，高雄市总共有6个区公所加班，市府希望中央调整申办系统，让地方方便审查甲建立档案。而伫屏东市进前有一个阿伯开免入去申请，因为年岁超过65岁，确定袂用的。我顺口问了他一下，说：“阿伯啊，你经济较有困难，因为我看你开免入的呢，伊讲我还是甲朋友借的。”我们的同仁也看到他事实上手上戴着一个颇具价值的戒指。另外，新北市政府甲9000多份申请表交予卫福部审核，卫福部社工署甲部分单位找10月继续支援人员加班，检查有问题案件，希望协助顺利发展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南韩的首都首尔的梨泰院夜店发生群聚感染，有一个29岁确定病例，连续去占夜店造成上无有54个人获着，所以首尔的市长即马要求酒吧甲夜店暂时无限期关门，袂使做生意。啊，日本的疫情即马有转好，所以有一寡县市伫咧5月中就会先解除紧急宣言事态宣言。夜店门口搭禁止营业的牌仔，南韩首尔梨泰院传出夜店群聚感染，有一位经济道容仁市的29岁查甫人确诊进前连续走5间夜店，无挂水烟，和50几人确诊。 이에 따라 이태원 클럽 관련된 확진자는 이전 확진자를 포함하여 총 누적하여 54명입니다. 이에 대한 추가적인 접촉자 조사와 감염원에 대한 역학 조사는 계속 진행 중에 있습니다. 这个查甫人假吹去过5间同志的酒吧夜店，6号确诊了，发生群聚感染危机。因为去过这5间夜店酒吧的人有7200多人，首尔市长下令无限期关闭所有的酒吧和夜店。 서울시는 지금 이 순간부터 즉시 클럽, 감성주점, 콜라텍, 룸살롱 등 모든 유흥시설에 대해서 집합 금지 명령을 발령합니다. 이 순간부터 해당 시설은 영업을 중지하여야 하고 위반하는 경우 엄중한 처벌을 받게 될 것입니다. 南韩10号新增加34名确诊个案，是4月最高以来单日新增加上最一天。民众认为防疫也未当放零。 조금 나아질만 하니까 사람 마음이라는 게 조금 풀어지고 하니까 그런 부분이 있는데 저 이태원 이제 그 이후 사건 이후로는 좀 생각을 좀 하게 됐어요. 이제 좀 그거로 인해서 마음을 놓으면 안 되겠다. 네. 언제 어디서 어떻게 발생할지 모르는 부분이라서. 日本目前有安伫咧实施全境的紧急事态宣言。NHK 报道，东京伫咧随接新增加22例确诊，已经连续8天单日新增加无到100例，所以日本政府伫咧考慮要先解除部分縣市的緊急事態宣言。岐阜県とか茨城県とか、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がかなり減ってきておりますので、場合によっては解除ということもあり得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西村认为，唔是属于特定境界都道府县的34个县，真侪所在已经连续2礼拜无新增加确诊比例，有可能伫咧就是解除紧急事态，恢复经济活动。也希望日本全境的疫情会当伫咧5月底之前全部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天主教的国家菲律宾为着防疫，甲未病死亡的感染者快速火化，家属无法度办丧礼，登记最后一面拢无法度休息，有影真悲哀。 菲律宾马尼拉巴塞市火葬场的员工，将放起尸体放去作业平台，塞入去焚化炉烧，边无家属，标准流程做甲正彻底，正无认真。因为死者怀疑是新冠病毒确诊病人，防疫的工作做甲正潮。 Sir, maingat na maingat kami. Yung minsan yung mga pamilya gusto nilang pabuksan yung cadaver bag sa protocol sir ayaw namin sir dahil yung biglang singaw sir
doon nakukuha ang epidemya。无论是对家属或者是火葬场员工来讲，这种情形拢让人心情真歹。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老人往生一般拢是土葬，死者遗体会经过防腐处理，放伫咧厝内或者是教堂几落工。因过因为疫情的影响，确诊死者爱赶紧火葬，家族的守灵看最后一面拢不准，便爱按照规定将遗体放起来，直接送到火葬场烧。看袂到死者最后一面，疗伤的过程硬是让人拍断。本来应该为厝内人送最后一程，煞跳过，直接变做领骨头夫，让家属更加伤心。 Totoo lang po talaga sa ngayon, hindi naman pwedeng wala na talaga tayo doon sa time na magluluksapan. Dahil kailangan na po talagang ano na yung labi na yan. Dahil kaysa makahawa ka ng iba. Actually, I think that the fact that I wasn't able to say goodbye, my family wasn't able to say goodbye, could probably be the second most tragic thing that happened after my dad's death. It's so hard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he's gone. Because the last time you saw him, he was still alive. So you can't accept it. It makes the grieving more slow. 因为防疫，死者甲家属拢得袂到原本的结束，是这场疫情悲剧内面的悲剧。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镜头转来咱国内，佫发生徛架火灾。这是桃园有一栋透天厝火烧厝，因为厝内有放真侪主管回收的物件，火炭甲真紧，内底一口16个人，第20个囝不幸死亡。天还未光，警报声就亮无休困，消防员甲水射入去厝内底，这个画面互看落会惊。一栋伫咧桃园市中山路2站楼悬的透天，半暝4点半熊熊导火。 火是烧甲真猛，4个人走有出来，但那厝主第2个查某囝是不幸来死亡。那疑似有4名民众受困，那在扑灭火势同时，我们也救出了3名民众。那有1名民众不幸明显死亡。这栋人家厝带生间的一家伙仔6个人，第2个后生人伫咧外口，发现厝内导火了后，赶紧报案。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阵，厝主甲另外一个后生嘛已经走出来。 消防员先把1楼的大汉查某囝救出来，了后，家伫咧2楼的这对翁仔某救出来。66岁太太手骨烧着伤，嘛互乌烟砸着送病院。另外39岁的第2查某囝发现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那初步研判，现场飞放了大量的可燃物，那很可能是因为火势燃烧相当猛烈，造成这个逃生。这边全部都是垃圾，跟外面一样，它就是怎么捡外面所有的破烂啊，不管能用不能用的，去堆在他们的门口。 跟里面1楼、2楼、3楼、顶楼，然后还有后面的院子都是这种东西，如果不能强制执行把它处理掉的话，那难道还要让它再烧第2次吗？厝内放真侪哩哩扣扣的物件，都是造成严重火灾一个人死亡主要的原因。厝主讲，伊2个查某囝甲2个后生拢是身心障碍者，经济来源是靠伊捡资源回收来维持生活。不过厝边烦恼讲，这物件若无清合界，若搁导火是要安怎？ 火灾的原因经过消防人员初步调查，无排除是人为的因素。当咧进一步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西滨快速道路彰化路段区间测速，因为有警察4月份的时发生争议，所以即马是暂停开罚单。中部包括台中、苗栗嘛，拢已经停用啊。公路总局当地想办法看刷落来，要安怎才好？ 第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段，伫北上南通苑到白沙屯路段，抑个路南通霄甲万里路段，分别伫去年12月甲今年1月启用区间测速，到4月计发4300外件超速违规。毋过即马区间测速准确度被民众质疑，苗栗县警局决定为4月1日开始暂停计发。因为台61线彰化段的区间测速有异常，造成民众对违规的疑虑及公正性。 所以说，苗栗县警察局已经函文了，报请公路总局来同意暂停区间测速。第61线西滨快速公路彰化段，因为4月底发现区间测速出现问题，引起外界对区间测速准确度的疑虑。彰化县警局第一时间就撤销罚单，也暂停计发。即马除了苗栗县警局对咧做，花莲县警局也决定为4月14以后违规案件拢减慢解除罚单。那我们会请设置单位找第三方的一个单位做这个整个机器的一个妥善率的认证之后，确定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违规单再做稽发。
台中市伫第61线2个路段，也有向上路7段，拢有区间测速。虽然目前计划超速拢无出现证据，不过甲公路总局开会讨论了后，也决定为5月7日开始暂停区间测速违规记法。警方呼吁民众，虽然区间测速暂时停用，不过还是要遵守限速，才能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顶3分钟，台卡是爱拼一生。人讲3年才出一个状元，10年才出一个小生。也毋过这阵啊，受疫情影响，进香挂香拢取消啊。新明星嘛拢无做到遐尼大，无做到遐闹热啊。真侪戏班生理拢减真济。今日公司台记台的专题要带乡亲，咱做伙来关心歌戏这个产业，伫即摆的疫情当中受到什么款的影响？就出地母棒啊，就缀阮爸母出来咧做戏啊。若要讲为5月算起嘛，20档啊。身段流利、唱念的声嘛真水开，歌戏的青年新秀张敏君，伊是少数有法度唱文化场和庙口戏的演员。舞台是伊自细汉就真熟悉的所在，就算是伫咧30几度的高温之下，穿3层的戏服来演出，嘛无感觉艰苦。也毋过受到疫情的影响，伊几个月拢无戏通唱，应该会惊。公演拢无演啊，无演就伫厝营营，无代志做安尼啊。3、4栋拢无去啊，怎空白啦，规个拢空白安尼啊。张敏君有法度演话戏，是属金鸡歌剧团的动跳。疫情期间，汉地有一场伫咧台中清水的演出，伊拼性命展现真功夫。有蛋豆干个肉臊。小金鸡歌剧团的团长林美淑伫咧台卡帮大家煮暗顿，好同时啊靠假册来补贴戏班的开销。经营原本就真辛苦，佮加上疫情的冲击，一开始是北部的演出强取消，接落来中部像南窑宫20钟的绕境，各地头逐年轮流闹热的吊角社等等，今年用要全拢取消。伊嘛真烦恼，这班对伊真侪年的演员是要靠啥食穿？庙口活动来伫咧生存趁钱，也毋过你庙口的活动无，因就根本会晓做歌戏尔，你要叫伊去做啥物，无法度。张敏君表示，伊家己有申请到政府劳工纾困的3万块，较起码用咧应该当动一站啊。加减补贴生活费用啊，无真正食煞。当年过来戏班的大师，农历3月台北保安宫几个月的假戏戏演出，今年全部取消。这毋但对戏班的影响真大，连戏迷嘛真无助。我嘛感觉有一点仔取消过头，会使讲观众戴口罩啊，叫因坐遐开看一点啊。目前台湾的疫情转好，戏迷和戏班拢希望庙口的戏台会当赶紧佮甲5彩14个布景搭起来，留着起鼓，互大家感受到信众谢神谢平安的心意。记者由陈对玉水台中报道。若受疫情影响的扩大纾困方案，即马有引起民怨。这2日啊，新北市市送要1万件的申请书去中央，嘛引起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伊是解释讲，因拢是照中央的指示。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讲，无心就送中央，新北市的做法哪亲像在调陈时中，所以台北市要甲其审，所以拨钱会拨较慢。既然纾困金方案上路，真侪民众到区公所申请。新北市先送将近1万件申请案件去卫福部，4天加班处理，甚至被点名是错误示范，应该先初审。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一切拢是遵照中央指示，即马加层压力真大。新北市会真紧审核，下礼拜一就应拨钱。所以昨天卫务部长这样一说，地方能审的就赶快审，赶快发送。所以我礼拜一一定会快速的发送给审定资格通过及需要的市民们。侯友宜表示，民众送件一切以设计师为主，法律责任自负。台北市长郭炳辉市认为，新北市送件做法有点仔极市中，家己感官较慢拨钱，有疑虑的爱送去中央审查。新北市那个做法，我也觉得太。就摆明跟这就有点逆时钟了。你要送给中央审的哦，如果超过5%的，人家也觉得我们是故意的，所以这个事情这样。台北市连可慢个1天2天才发给大家钱哦，但是我们能做尽量做。
不过对酒店舞厅什么时阵开放，中央表示地方会自行评估。管体是批评中央无负责任，伊是主张开放，详细进行防疫会议了后宣布。我非常清楚，这是典型的不想负责任因为要下令关容易要下令开，你知道大家都不敢负责任。但是其他人都说，这个就是在陷害你了。人家其他5度没有一个敢开放，你要开放。管片认为，确实连续27天台湾无本土病例，应该应解禁，甚至其他5都目前倾向暂时无要开放。新北市11会开放长照机构、亲子活动场所，其他所在还佫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00万例，不过咱台湾确定病例只有440个人，而且康复率有80%。卫福部长陈时中伊是表示讲，一路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将阵容飞送到医护人员手上，来感谢这100多工来辛劳。武汉肺炎疫情伫全球生态，台湾防疫表现受肯定。再求计程车队都捐出250万的坐车金，予卫福部来感谢医护人员。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甲5月初到全球武汉肺炎确诊人数已经400万人，不过台湾维持伫440人，康复率80%，可以都是医护人员徛伫第一线警觉性把关。按照即马防疫会使讲哈。真大家讲初步还是成功的。大家看到我们的确诊数目好像不高，觉得医护的压力可能没那么大，跟国外来比，讲不了8万人。但是大家知影讲，医护是会接触到所有有可能被感染的人。那这条线只要稍微疏忽了，会断开去足紧。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交通部也对计程车司机推出真侪项补助，比如薪水、油料备份补贴，每名司机上最应领6万块，引起大家怀疑。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有真侪补助是依照进程来算，不是全部付现金，不需要将司机污名化。计程车朋友他们这些纾困的项目都是既有的措施，不是新增的，也不是去另外发现金。计程车作为我们防疫的第一线，那大家也能够更体谅他们的处境。为救经济，各部会陆续针对无共款对象推出纾困方案。不过观光局所发现，有领队甲导游向观光局申请每个月1万块补贴3个月，佮向劳动部申请无头家薪水补贴，或者是有提计程车驾照向公路总局申请计程车薪水补贴。目前已经发现超过80件订单申请案。林佳龙强调，会落实稽查，若是有故意订单领钱，会将钱约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中华好美的德威社区有替老人安排活动，因为反应真好，一礼拜资本只有1天，不过即马是延长到5天。为着防疫，办活动进前拢会磅体温、消毒双手、用酒精，所以呢，参加的时段甲用过是平济，无受疫情影响。阿公阿嬷拍鼓坐做伙，看到球过来就紧甲踢出去。虽然挂嘴暗，不过也是算甲真欢喜。另外一边有阿公伫咧行旗，阿嬷咧移牌啊。中华好美镇德园社区据点，逐礼拜1到拜5拢真热闹。我咧困觉好困诶，大家5路真欢喜。左右，个左右啦，系啊，个左右。逐个月课表排甲满。跳舞的、运动的，也有做艺术品的课程，形形色色。自本德园社区据点，逐礼拜只安排1天的课和共餐的活动。不过因为长辈反应真好，社区就替时段加安排，1礼拜5天拢有活动。因为要互遐是大人来安尼，大家一只娱乐互因耍互因运动互因暗时较好困身体较健康。即阵虽然武汉肺炎的疫情还搁咧拖，不过德园社区的理事长表示，来遮的长辈并无较减，差不多拢有20个。来的时阵拢会替因喷酒精消毒手，也维持自本1天爱量体温4摆的作业，确保因生了欢喜，也斟酌因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若即马要读大学，入学的方式有真侪，学生囡仔只要有想法，会当透过特殊选材入去家己喜意的学校。经济较弱势的学生囡仔嘛同款，会使发挥家己的才情，替家己的未来开出一条路。
伫咧台湾经济能力无好的艰苦人，若想要改变处境，人讲往往就是爱靠教育。亲像台中一中的学生李宏祥，伊甲阿嬷两个人相依为命，长期接受社会的资源帮助。毋过伊过来学肉拍拼做，成绩好，阁有想法，当着用希望入学的计划考调台湾大学。我对我自己的定义是我之后想要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可是我的梦想是当外交官，就是对台湾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来让可能家境比较不好的孩子也能够读到顶尖的大学。那重点是希望透过这个管道，能够让这位孩子他未来人生的梦想能够实现。确实讲，即马要考好大学，毋若是干那某册咧读就好。真侪大学拢推设特殊选材，毋若看成绩，颠倒要为成绩单以外各方面的表现来拣真正适合的人才。伫台湾第2奥林匹亚竞赛摕到双冠军的范东岳，就是安尼苦楚呆呆。特殊选材，它的目的就是要找出真正适合那个科系的人才。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参加过很多不同的比赛。然后就是一个跨领域，也正好是管理学系想要的人。希望入学甲特殊选材，侪大学拢推销这款多元的精神，这嘛鼓励大家勇敢面对现实的限制，尽量发挥家己的才情，为未来开一条路。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新营新桥国小建校100档啊，校长是甲校树加落来的这树枝，摕来互囡仔做文创笔，做锁匙圈仔，要当做毕业礼物。一块一块刻无共花草，用茶做的锁匙圈仔，每一个拢真有路。这拢是用校园记落来的树心，写做一块一块落去设计。台南新营区新桥国小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啊，学校种的树啊有真侪老丛，拢超过100岁。为着保留这大自然的资源，校长就甲伊起来创作。那在修剪枯枝的过程当中，发现龙柏的一个价值，那我们也试着开发课程，就是把它做成钥匙圈做成吊饰。伫咧创作的过程，发现树仔的价值，校长也特别伫咧学生毕业进前，互囡仔兄囡仔姐家己主张茶的形体，也有长度，用树心来去做文创笔，替家己留一个纪念。学校的课程是希望国小6年级毕业的时候，孩子能够自己能够车一支文餐笔当做纪念，也鼓励孩子努力向学。伫咧校园实现美术的概念，新桥国小的老丛，即阵毋但有新的价值，锁匙圈仔顶头的圆箍仔号，也正做是学生甲学校特殊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那婚林二轮的教安社区，大家记忆就是洗菜埔。平常时洗菜埔是社区产业，毋过洗菜埔真够工，逐年这生的菜埔拢爱摕出来拍日，品质才会好。拍伫涂骹这一条一条的物件，毋是罕钱，这拢是菜埔。其实菜埔算是客家族群真普遍的食材，毋过做的过程煞真够工。但年洗好的菜脯，拢着爱摕出来晒日头。以往古早人用这个菜脯全咧来破开来晒，头到即摆阮拢用规条来晒。这规条要晒起来，实际上是真无简单。阮感觉讲韩国有迄个人参，照阮这边用这个老菜脯的人参，会使逐年拢差不多做差不多成千斤的菜脯。云林二仑乡照安社区的居民趁好天，紧甲菜脯摕出来，照菜脯的年份分开晒。菜脯放愈久，涉水就愈深，也会变较细条。毋过，若是放20档以上的老菜脯，就会变做乌金，价销愈好愈值钱。超过20年至30年的菜脯做起变乌金，愈久愈乌，愈乌金，安尼是愈价值。因为老菜脯就是放愈久，就是变愈乌金，愈好价值。老菜脯会当顾气泡。会晓预防感冒。晒菜脯代表客家人的文化和精神，也是二仑乡照安社区的传统。社区居民嘛希望这款传统的晒菜脯产业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咱来关心，咱台湾已经正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若根据警政署的统计，最近5档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内底，老人比例愈来愈悬，愈来愈多。警方认为，这甲用路的习惯恶改，老人拢无照规定在过大路，无注意人嘛无得注意车有关系。
画面中一名70多岁长者骑重机，却无细二刹车，弄到人行道。类似这款的高龄者交通事故案件一直发生。根据警政署统计，近5年发生1.8万外件行人交通事故，致使367人死亡，其中有248位65岁以上的民众死亡，死亡率占6.7%。高龄者死伤上侪以机车事故为主。104年到108年发生9万外件，造成800多人死亡，超过13万人受伤，占整体机车伤亡案件1成。而且，敢若看2019年高龄者伫用行的甲骑机车伤亡的人数方面，双双创新高。长者这些发生交通事故，最主要是违规定的让车，就是违反特定的标志标线，就是因为老年人对这些驾驶态样、驾驶行为不重视、不落实啊，所以会造成。分析事故原因，大部分是无遵守规定，乱过马路，也是违反号志管制，无注意其他的人车。有社会团体都认为，客机车一直增加，也毋过长辈也是维持伫早期的用路习惯，才会出现这款的状况。早期可能农村的社会上面的时候，他们的环境周遭的这种道路环境其实相对单纯，后面其实环境相对变复杂，所以就是在观念的部分其实是双向的，就是长者的一个观念的建立，然后以及我们大众对于友善长者的观念，其实也是需要建立。社会团体建议，会当为长辈的交通安全教育、甲友善环境养成来进行双向调整。警政署也指出，已经甲交通部开始讨论，除了必要的道安宣导之外，工程方面会当根据号志较大、延长秒数，也是利用影像侦测警示等项目，互环境更加友善。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在改变，学校内底一寡规定嘛有在改变。啊，毋过民间团体讲，有152间高中职是咱全台湾超过1/4私立的高中职校规内底，也佫有体罚，禁止学生囡仔谈恋爱，也佫有服装的穿插规定实施，这已经拢明显违反教育部的规定。原本教育基金会发起消灭恶心校规行动，让学生检查家己学校校规是不是违法。总共检核152间高中职，超过全台公私立高中职的1/4。恶心的行为豆腐大量体罚，也有比军事较严格军事管理，更较含的也有规定慢慢修正。查某囡仔内衫甲能穿白色，眉心及眉尾为中心点各1公分内，杂毛可修剪，但不得破坏原本眉形。你知道，我都不明白，我们教育工作者搞这个事情做什么呢？原本定恶心指标，比如体罚、罚金、违法收查个人的物品、强制早自习或者是扣付、禁害廉价不当校规等等。恶心排名以数效上侪为学生生活，被全控式监视为学校定是用派体罚。教育部虽然要求放松服装规定，按过未少学校依然有家己的原则。另外，爱校服务竟然是扫当市长的厝。原本7年前就把报道真侪违法侵权的校规，按过7年后个检视。问题依然真严重。那我们会好好的质问教育部，为什么会跟我们原本做出来的结果并不一样？是没有看到，是你的工具有问题，还是你知道却不积极处理？原本教育部对违法学校处分修改校规，同时对公立学校查核、私立学校减少这手段，停止学校各种不合理的管理处罚，也希望定出保障学生权利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有60%的人口主要拢是食米，啊，毋过因为食饭糖的指数会加悬，亲像是糖尿病患者，也是要减肥的人，拢较无爱食饭。所以中兴大学农业系教授王强生就带团队，即马成功开发出食完这糖袂加悬稻米的品种，要下即马现代人注重健康的食食习惯。下午9点，文化新台湾，咱做伙嘛来食看卖。腹肚若是枵落，你今仔日想要食饭，也是食米。台湾有稻米王国的称号，但是个人却愈来愈无爱食饭。根据农粮署的统计，伫民国70年，台湾平均一个人一年的食米量有90公斤，即马却只剩50公斤左右。出嘴问人就是食饱未？哦，这就是食饭未？哦，安尼。但是近来吼，咱这个面包哦，还是面食
啊，咱变做互咱的饮食吼较西化，这个改变的结果呢，咱的迄个美食文化全拢总变少。农业试验所成基组的林大军博士，伫这次的研究计划是担任上一开始的种源筛选，用3年外的时间，对1500种的品种选出有低糖潜力的水稻品种。如何对迄个一般的迄个水稻的种源、商业品种啊，加种源内底，看有法度有迄个低糖的迄个潜力无？就是咱食了血糖袂升悬。其实政府一直有咧发展侪侪农业计划，要如何成功推广，嘛爱跨单位合作。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这个的实验的过程做得更完整一点哦，做得更完整，让农民比较有信心。比方说，我们可能会办一些示范的这种示范场域。农业甲人民的生活关系真密切，要如何和农业跟着时代行？除了发展农业科技，嘛爱想办法挖紧农民甲人民，安尼才有法度真正和学术另外应用。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推动地方文化发展的嘉义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新住民的团体共同举办东南亚文化特展，除了由在地各校的学生囡仔来做导览员，嘛有展出新时代的艺术品。用越南的母语向母亲表达感谢的心情。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活在家文化站，伫母亲节举办东南亚的展览。除了介绍新住民家己国家食穿的物件以外，其中新时代嘛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因的成长过程。当我们听到家里或者是生活当中听到这些言论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们蛮受伤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装置艺术，让更多人可以站在中间去了解新二代的角色。我们应该要跟他们学习，而不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了解而去歧视他们这样。除了甲常常听到的偏见变成文字来呈现以外，伊嘛画地图来记录母亲家乡的变化，嘛用行李箱表达家己对故乡的想象，甲家己身份的认同。这个地方应该是友情的国家，不管你来自是新住民还是移工还是新二代，我们要互相平等的去对待才是对的。台湾就是真的是一个蛮多元的文化，所以就是这个想法可能是需要被消除的。看到最后一个行李箱是空的。然后看到墙上有一句写说，不是每个新二代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我就觉得感触蛮深的。主办单位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新住民提供台湾多元的文化，嘛是台湾新的力量。伫母亲节这个时间举办连续的活动，嘛是希望民众唔通因为无了解而产生同情或者是偏见，重新用尊重的方式来看待伫台湾的每一个人。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世界真心息，咱来看，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即摆有袂少所在拢封锁，袂使出门。袂当出门，民众伫厝内创啥好？英国即摆有名的作家 J.K. 罗琳就推出真特别的活动，伊是请哈利波特亲身来读哈利波特的小说，互册迷听，希望大家关伫厝内的时间，嘛会使伫厝内感受霍格华兹的魔法。环境爱关心。伫2009年9月份开始，烧5个月过，澳洲的森林大火是烧害1800多公顷的森林。火烧山了后，真侪学者就开始在做调查，要来了解这场大火对澳洲生态有造成什么款的影响。这火烧山虽讲是澳洲不时拢有的自然机制，毋过专家即马是烦恼讲，气候反常会互火烧山更较吃力，会互澳洲的生态失去平衡。咱来看公司记者伫澳洲的报道。乌草大的森林拢是野火烧过焚烧。根据澳洲气象局的统计，2019年是澳洲史上上热的一年，平均温度比前一年高连续1.5度。造成这场规模史无前例野火，伫雪梨市区西边差不多2点钟久车程的南山国家公园，就60%的面积被野火烧掉。今年2月中大雨甲野火拍发了，树仔草已经开始不齐。They're producing these little buds underneath the barks. Once the fire goes through, these cracks appear, and these buds are stimulated to grow. 澳洲上有代表性的尤加利树，伊的树皮真高，会当防火，造型真特别的班克木，伊枝的壳真长，
火烧毁了，规个壁块至6个涂骹了开始不给开始断。 It's got this little wing, papery wing on it, and that helps the seed to get blown in the wind. 这款设备是经历过1000万年到1500万年，才演化出这种防火机制。学者担心，若气候变迁一直继续，和野火发生的几率愈来愈接，火愈来愈强，那呢，这款设备可能会挡袂掉野火威力，和生态系失去平衡。 If the fire is very intensive, very, very high temperatures has occurred in some places in Australia this year, then they won't respond as well. 生态系恢复爱正长的时间，一年比一年更加大热的天气所带来警示，甲人类讲袂当搁等啊。记者综合报道。那澳洲去年的森林大火嘛，造成11只动物死亡。那活落来动物，即马是爱面对无物件通食的生存危机，加上这阵啊受疫情影响，照顾动物的工作困难度嘛加袂少。 澳洲的野生动物当咧食葡萄，享受工作人员用心的照顾。澳洲去年发生历史以来上严重的森林火灾，计共有超过10亿个动物因为这场火灾来死亡。若互救出来的动物，有的身体已经豆豆啊恢复，有的实在是伤甲伤过严重，要是过往去。 I don't think many did survive. Lots of people were hoping that the burn victim would come in, but the fires were so extensive and intense. 对这寡互救出来的野生动物来讲，稳定的食物是因通活落去的关键。不过，野生动物的保护团体表示，去年这场火灾，互当地食物来源是真欠缺，佮加上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也限制社交距离。 工作人员要同齐做事，也变甲真困难。The need is still there to help our wildlife, but unfortunately, due to restrictions, people aren't able to help like they were before. 葡萄园主人纳塔利的农作物也因为这场火灾来影响，弄到报销去。若要甲这的农作物当作粪扫单调，伊选择关护野生动物的保护团体，也得到真侪人的讹闹。The joy on the kids' faces and cutting the grapes and throwing the grapes and the community spirit was beautiful. 这寡食物虽望通饲食的野生动物一阵嘛，不过实际上食物甲志工的数量也是真欠。We've lost so many animals.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are so important. 照护人员表示，有的动物搁着开一冬的时间，才唔免靠人类协助，通登去到野外过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甲明仔锋面透过咱台湾，所以全台湾各地拢有落雨机会。有一寡所在，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半部，这雨势会较粗，雨会较大。若各地温度嘛拢会下降，毋过降无介济。各地高温嘛是伫咧30度到33度之下斗，日时共款是有小可翕。咱即马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有30度；中部的温度上加是25度，上悬有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是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是31度。 外岛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30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这2天天气较无稳定，不过拜三开始天气就会变较稳定啊！感谢乡亲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